约最红、最年轻的设计师是谁？答案无疑是亚历山大王。他能得到女魔头安娜温图尔的垂青，设计师马克雅各布斯的指导和连续3年 CFDA 大奖的肯定。他的女装以简洁实穿见长，既是一项光怪陆离的广告大片，经他的诠释，也留有可动可静、可进办公室、可赴夜店的感觉。这是亚历山大王的首支视频广告大片，模特展示了其秋冬秀场上的2套成衣，透明薄纱与丝绸的抓褶裙，提供可内搭可外穿的选择，完美婉转日夜。蕾丝衬衫搭配天鹅绒西装外套，不仅为套装留有细节，也可大胆地上演华尔街办公室的极致诱惑。不愧是唯一可与香奈儿竞争白领市场的品牌，其设计内涵深得女人的心。除了优雅含蓄、强悍的外表下，她们还需要性感温柔的包裹，渴望繁忙的工作后轻松拥有一个激情的夜晚。